兄弟平安。即时主日礼拜要开始，请关手机，也是甲调整伫震动，咱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即时，请咱用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来称赞伊的名，请起立吟全首。人间心回归的。
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陪伴阮度过2024年新冠肺炎流感病毒的惊吓甲不安。伫2025年，你要透过新年的节期，互阮一个稳定，就是阮会当旧的代志过去，拢变成新的。相信上帝会互阮新的信息。为着要建造拍落一年好的根基，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预备好的心田，透过你的话，伫即一年栽种的，拢会当结实30倍、60倍、100倍。我嘛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阮有时无顺从你的教导甲提醒，总是用家己的方法。自作主张，伫新的一年，求圣灵更新阮的心，刷走阮的骄傲甲无顺服，常常甲你的话放伫心中，伫日常生活中活出好的生命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恳求天父掌权保守，全球气候造成的天灾人祸，最近地动不断，求你亲自怜悯，帮助扶持失去家园的百姓，帮助带领教会宣教事工、社区弱势关怀、释教70周年献堂，保守教会兄弟病得到医治。阮特别要为着吴明达长老、吴木平小朋友，求主互伊病得到医治，早日康复。我们要为着丰林会长老。求主赐落平安喜乐的灵，早日康复。第三，为着简理教姊妹，互家人有属天的智慧，同心合意解决问题。为着杨志强弟兄，赐落刚强的灵，戒掉类固醇。为李富祥弟兄，求主保守伊伫病痛中靠主得胜。为着教会众兄弟，新的一年爱神爱人的心搁较加添。即时求你拍开阮心内的耳孔，听见你要透过牧师对阮分享的信息，成做阮的智慧甲帮助。即时感谢我们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启应文第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伫圣诗后壁1105页。我来启，兄弟来引。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各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全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就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药，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都无车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坦即个福音。
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可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毋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人动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20到24节。跟着我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20到24节。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就是着参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来欢呼，来赞美。愿一切水的歌声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纳。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林用师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有对真理来的公义甲圣洁。将时间交予牧师。来，下这平安。感谢咱青少年团契甲社青的同工来带领咱来将一切敬拜甲学乐归伫咱的主。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满心感谢你。虽然伫咧寒冷的天气，主你有缘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殿院，愿要伫遮搁一届来透过主你的话语，愿搁一届来安尼学习，也透过主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心，以及阮对主你所要领受对你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甲着引带带领，互阮会通透过阮所对主你所领受的话，阮会通重新得到快乐，也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安尼会通照着主你所教示的来说义来行。搁一届献上感谢、仰望、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今仔日咱即个所分享的主题叫做有对真理来的公义甲圣洁。伫咧
前几日我有听到一位牧师就是台中忠孝路教会所退休的牧师王武松牧师伊捌伫咧一遍的即个分享的内面，伊安尼有遇到当时参加礼拜兄弟，伊来问一个问题，伊讲伫咧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为什么会要来教会？我想咱嘛会使来问看觅讲，咱是安怎要来教会？伫迄中间检测牧师佫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问大家，就是耶稣伊伫咧传福音的时阵，伊伫咧传福音的迄个过程，除了遐个来对找求医治医病赶鬼的遮个人以外，是讲除了着遮个会通安尼，互伊的病，迄落讲有病会通得到食饱的遮个人以外，为什么会耶稣伊去到伫什么所在？就有一群人安尼对耶稣去到伫耶稣去的所在。我想这是一个通好，互咱好好来去亲像的问题。是安怎咱要来到伫教会，是因为有真理通听。那安尼讲的时阵，咱要问讲，安尼是安怎祭司甲着遮文士经学教师甲着遮法利赛人，因是安怎？因敢无真理通听嘛？我想并毋是安尼，乃是因安尼，敢若会晓讲，但是因无法度行出来，然后他们只会说不会做，甚至就算讲安尼，别人要去做。照着安尼，迄个圣经内面所教示的要去做，伊也禁止人去安尼做。就像亲像伫咧马太福音23章所讲到的，只系讲假好的经学教师甲着法利赛人，恁惨啊！恁将天国的门关起来，毋互人入去，恁家己毋入去，煞连要入去的人嘛，互因毋互因入去。所以既然咱讲，咱家己是一个安尼军队基督的人，安尼伫咧遮个教会外面的人称咱做基督徒，安尼咱应该转来到伫学习主耶稣的即个模样，敢毋是咧？所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安怎讲？伊讲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所以咱会通看见，伊伫咧这个所在讲起讲，咱爱安怎？伊讲。爱穿上新人，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咱就想讲，伫咧创世纪，上帝讲伊创造人的时阵是照着伊的形象。安尼，咱敢毋是应该本地就有上帝的形象？是安怎？咱即个时阵讲，即个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可见咱伫咧即个咱安尼讲，咱自对出世一直到大。咱咱的自我渐渐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咱渐渐在败坏，直到咱的迄个脑我，已经渐渐甲上帝原底本底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迄个有真理、甲公义、甲着圣洁的迄个形象，已经渐渐咱失去。所以当咱伫咧学习耶稣基督。听伊的道，领受伊的教导，佮学习伊的真理的时阵，咱应该讲安怎回转，转来到伫迄个安尼原底本底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做的，迄个形象是有真理、甲公义、甲圣洁的，就是应该咱爱放下咱过去遐个败坏的所有遮个行为，咱呼召是要来讲脱去旧我。互咱的讲心智更新，并且怎样穿上新我？这个新的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佫是有真理、
公义，甲着圣洁安尼的特质。所以，当咱若咧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的时阵，咱爱对即个俗世间的、对即个世界、即个原底本底迄个俗肉体，迄款安尼的迄个，咱讲迄个体系来甲分别出来。咱咧讲，咱过去咧讲，咱就是咱应该爱伫咧即个世间爱分别做成出来。即个安尼转变需要咱彻底来放下咱迄个旧的迄个我，咱迄个旧人的迄款安尼的性命。迄个是包括着咱个人的骄傲，咱的咱的私利，甲着自我的中心，用着安那，用着耶稣的性命的迄款安尼，诚做咱的模范，活出一个谦卑、无家己，搁着顺服的迄款安尼生活。所以，牧师伫咧进前，咱捌提起着。咱应该爱倒来到伫迄个原底，咱照着今仔圣经讲，照着上帝形象上所做，也就是咱应该倒来到伫迄个原底本底有上帝的迄个，咱讲迄个照着上帝的迄个体系，咱也伫咧咱之前咱捌提起着，进入上帝迄个体系内面，伫遐来活出迄款上帝的性命。迄个上帝体系就是啥物货？就是咱需要安尼照着咱之前咱所吩咐的，就是爱有。咱照着耶稣，伊诚做咱的迄个模范，诚做成为我们的榜样。咱耶稣伊安怎行，安怎做，咱就照安尼行，安怎做。佮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咱需要安尼伫咱的思想、咱的行为有受到即个圣经的引带，毋是讲圣经诚做咱讲叫做参考，参考而已。我伫咧。要去读新人医的时阵，我第一工去到开车去到新人医，还未到新人医之前，我拄伫咧迄个台南市的市区吼，拄咧停红灯，已经要到学校的进前，迄落我停红灯停咧，结果边仔安尼几台车咻红灯哦。就安尼过，因为迄条路是细条巷仔路。我想讲，发生啥物代志？我敢有即个红灯是歹去吗？是安怎？我停红灯，乃逐个人车拢一直咧过。可见迄个红青灯诚做伊参考，诚做参考。即马无车，所以我就用过去。圣经是诚做咱的参考而已吗？是诚做咱会尊敬咱的性命内面，上帝安怎讲，咱就安怎行，安怎做。过来，咱既然咱爱活伫咧一个圣神的引带下面，所以咱就应该顺服圣神的引带互咱伫咧伊的迄个引带下面，伫咱的任何咱的逐样的咱所看的。所听的，咱所想的，以及咱所讲的，以及咱所行出来，拢伫咧圣神的引带下面，互咱会通活伫咧迄款安尼有即个三个基础，咱就有法度安尼踮伫咧迄个属上帝的迄个体系，迄款安尼生命内面来活。过来，咱上主要是安怎，咱要安尼做，是因为咱需要咱。其他咱所活出来迄款生命，是要互耶稣来踮伫咱的生命内面作用，互耶稣伫咱的心中掌权，统治咱的规个咱的思想，咱的规个咱的包括咱的情感，甲着咱的行为要互耶稣伫咱所行所做一切得到一切荣光，互伊的名伫咱的生活中来得到高举，互咱的所有一切咱的行动拢会通来彰显主的荣耀。我伫咧顶一遍，我已经有分享过，伫咧虽然讲安尼有教会的长老安尼嘛安尼伫咧即个企业界安尼真有名，伫咧教会界嘛真有名，但是伊的所行所做无法度来互伊的安尼亲人的生命来得到改变，甚至人看见伊的生命就伫迄个中间来拒绝讲。我看见伊款安尼的生命，我就无爱来教会。安尼的时阵，咱敢是活伫咧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生命，也是咱有缘。虽然咱讲咱是基督徒，有缘，抑阁是活伫咧迄个属世的迄个体系迄款安尼生命。所以咱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互
迄个建立咱规个咱的性命是活伫咧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咱的性命，用上帝迄个价值观来塑造咱的规个咱的家庭，甲个伫咧咱的工作顶面，咱的学习以及咱的社交生活，伫咱的每一个领域顶面，咱拢展现迄个上帝的疼，甲着伊的真理以及咱的伊的公义，诚做上帝伊爱咱踮伫咧即个世间的一个真。安尼真要紧的一个见证人，互咱的所行所做，拢会通安尼来见证主的荣耀。所以，迄个俗世的体系，伊原底本底伊安尼爱咱，诚做一个所活出来性命是一个安那，是为着家己，为家己靠家己满足家己，伫遐为表现咱家己，要互咱家己伫遐来做王，来做主，要甚至咱讲安那讲，我们可以安那讲人定胜天，迄款安尼的性命。但是咧，这多正是即个世界的王，也就是撒旦，伊所设计迄款安尼价值观，伊为着要来伫遐来迷惑人，伊要互咱讲，伊要引诱咱，互咱。用着迄个俗世迄款安尼讲迄种成功诚做目标，上落尾就是要互人伫咧迄个安尼俗世的迄款的成功内面，结果来失去咱家己的灵魂。但是耶稣伊所行是另外一条路，是一个安尼迄个讲迄个无家己的道路。伊所行所做，拢是为着天父。我靠天父，满足天父，搁互天父做主做王，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伊也因为伊所活出迄款的性命，落尾手伊得到高举，安尼互上帝提升，来安尼对世人中国话，来得到迄个至权的荣光。所以伊的迄款的性命，拄好伫遐，诚做咱一个真好的模范。就是一条真正讲会通，互咱真正得胜的道路，就是一个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迄款安尼的道路。所以，咱要进入这个属上帝体系内面，毋是干那只有安尼，干那财物安尼那尔，乃是咱需要活出迄款迄个性命的迄款安尼实践，毋是干那安尼只有知，但是却是活袂出来。所以，咱应该照着咱今仔咱所领受的圣经内面讲啊，咱来日日来安尼讲，褪去咱的旧我，来穿咱讲穿上新我。佮安那透过耶稣基督伊的迄个模范，伊的榜样，甲着圣经的这准则，以及圣神的引带，咱来建立咱家己生命内面迄个属上帝体迄款安尼的生命。当咱就甲亲像当咱伫咧处理咱的家庭关系时阵，如果咱若用着咱迄个旧人迄款安尼自我中心来去面对咱生命内面的逐种的即个冲突的时阵，只有会安尼带来搁较侪的即个争执。但是咧，当咱若选择咱欢喜来谦卑无家己用着基督的心。来做心的时阵，咱愿意来按着，亲像讲，伫咧夫妻的关系，咱按着咱的即个另外一半来承认咱家己的错误，咱家己的毋对，咱欢喜来放下咱的自我，来伫迄中间来彼此来了解，咱的迄个关系就会通得到改变，甲着甚至得到迄个修复。过去我是一个会通讲非常骄傲自大的人。咱知影讲，我的成长的过程，我面顶有5个，我的老母为着要生一个后生，安尼用尽苦心生到用咱讲生到哭落尾手安尼生着我即个伫咧我的阿嬷内面，伫我的阿嬷的眼中的汤生丸，所以。我伫咧我所活的迄款的迄个家庭的内面，我就安尼讲受到迄个保护，受到迄个安尼讲迄种宠爱、溺爱，所以我诚做一个安尼只有家己，迄个眼中只有家己的一个人。所以我
虽然讲我生长伫咧即个基督教的家庭内面，我甚至我细汉我就安尼讲浸泡在即个基督的信仰的内面，但是即个信仰只是我的栽培安尼听，安尼讲迄个层次，并无落实伫我的生命内面。就算讲我伫咧教会内面，我嘛做过注意到的老师啊，甚至团契的干部、会长以及像讲迄个圣歌队的队长、师班长甚至后来做教会执事，甚至落尾手甲诚侪受选做长老，但是我犹原是我。并无褪去我的迄个自我，迄个尤其是迄个旧的迄个我，也无迄个心智得到更新来安尼讲穿上迄个新我。虽然我讲亲像讲，我甲我的牧师娘阮交往5年了后，阮才结婚，但是因为阮来自无共款的迄个家庭的迄个，较着迄个文化的迄个背景。阮伫咧中间有真侪迄个彼此有真侪迄款安尼的差异，伫到有时会有真侪即款安尼的冲突，但是伫咧每一届迄个冲突的过程内面，我拢认为讲，永远都是他的错，那个不会是我的错，所以是他应该改，不是我要改。我相信伫咧迄个时阵。犹原同款，牧师娘伊嘛会认为讲，迄拢是我的毋对，我这人足霸道的，我应该改。所以两个人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指责对方的迄个迄个过错爱对方来改变。结果问题有解决无？无法度解决，犹原无法度解决。迄个甚至迄个彼此之间的迄个冲突，搁较安尼讲剧烈。但是后来当圣神来光照我的时阵，伊互我看见我安尼我家己的迄个性命。虽然我自称我家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伊互圣神互我转来到伫迄个上帝体的时阵，我搁一摆看见我家己的性命，我还发现迄问题毋是伫咧我的身上，毋是伫咧牧师娘的身上，是我的性命有问题。因为我无迄个褪去迄个旧的我，我犹原用着迄个我原底迄个旧的我，安尼迄种只有家己。骄傲自大迄款安尼性命，伫遐来面对着迄个彼此的迄个之间的迄个差异。安尼，当我伫迄个中间看见我家己迄款安尼性命了，我就伫遐欢喜，伫遐来咱讲心智更新。照着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讲，当我欢喜来褪去迄个旧的我欢喜来伫遐来。更新，迄个更新毋是讲一遍就好，是伫遐不断伫遐来更新，不断伫遐安尼来看见家己倒一个所在无够也需要修正。就伫迄中间，用着基督的新做心，伫遐来咱讲穿上新我，用迄个新的我，迄个谦卑无家己，搁过来伫遐，就算拄着问题的时阵，就伫遐。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我毋是安尼讲自从安尼了，阮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犹原共款，犹原还佫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就是伫咧迄个中间，我犹原会有当时我嘛会搁伫遐讲，都是他的错。但是咧，因为有圣神的帮助来光照，我会搁一摆看见我性命搁伫什么款的所在，我需要搁伫遐来修正。就伫遐，我伫遐安尼不断伫遐来过着迄款谦卑无止迄款安尼迄个新的生命，来去面对我迄个彼此生命内面迄款安尼差异内面，伫遐来去处理迄个夫妻之间的迄款的冲突，愿意来伫遐来按着我的某牧师娘来伫遐来承认讲都是我的错，我需要改变
安尼迄款的结果就是，当我伫遐欢喜来承认家己的毋对的时阵，哇，牧师娘伊嘛愿意伫遐来选择用着迄个安尼新的我伫遐来谦卑，看无家己，来伊嘛来伫遐来承认伊家己的问题，伊家己伫遐来欢喜来伫遐来改变，两个人拢安尼伫迄中间过着一个谦卑，我靠主就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阮的生命就会伫迄中间安尼透过安尼不断伫遐来安尼一遍搁一遍的迄款的改变，阮的问题就会安尼愈来愈少，会伫迄中间来安尼拄着解决，迄个关系就会哪来哪好。所以弟兄姊妹，咱的人生亲像咱讲咱像咧跑马拉松共款，真侪人安尼跟对着即个世界安尼，即个咱讲潮流跑错了方向。我感觉讲，亲像讲咱最近咱会看见，当然伫迄个中间，我并无法度讲完全100%赞成，就是迄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川普伊最近伊当伊就任了，伊有安尼下了很多道命令，拢是期待要将迄个美国原地本地迄种安尼，咱讲所谓的左派的迄款安尼思想，搁一届来甲伊转倒转来。但是有当时伊用的方式，咱讲我感觉讲伤过鸭霸，我感觉讲这检测毋是真好的方式。但伊迄种方式是安尼，咱讲真强烈的方式来去做改变。但是有当时咱嘛要看见的，就是美国因的迄款安尼，咱讲过头自由了，直到因已经陷入去迄个撒旦的迄个诡计内面。所以川普用着伊自称伊去做一个基督徒，伊伫遐要来做一个反转但是咱应该搁一届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咱来看见讲，咱伫遐像美国，因家己讲自称因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咧后来因渐渐因开始安尼偏离迄个上帝的迄个心意，所以若是讲全世界若讲以宜居的国家美国并不是第一名因为即个国家咱会看见尤其你去到伫美国真侪所在暗时你可能无适合出门咱台湾搁比较安全因为咱台湾咱的迄个民族性，甲着咱的规个咱所追求的所行的咱无咱讲伤过度激烈，所以咱需要的是需要透过当咱若偏离上帝心意的时阵，咱需要搁一届来回转转来，毋好安尼迄个就讲咱讲你伫咧就算讲你伫遐咧咱走标迄个方向目标却走毋对，搁转来搁回转转来。耶稣伊来到伫即个世间，伊为着咱安尼入了上好的即个模范。伊伫迄中间为咱诚做一安尼迄个上好的模范，伊互咱诚做咱的榜样。伊安尼讲，伊跑完了迄个伊伫咧即个世间，上帝所交托伊的，诚做咱的榜样。伊安尼跑完了迄个得胜的迄个道路，佮互咱伫迄中间会通真清楚迄个路伫啥物所在，就是圣经。伊互咱透过圣经会通伫迄中间知影讲，倒一条路是正确的，倒一条路是咱需要去跟对。佮透过安尼树落迄个，咱讲迄个圣神保惠师，诚做咱的引带，互咱会通伫咧即条信仰的道路顶面，咱袂跌到来安尼失迷。所以如果
当咱欢喜来伫遐来学习主耶稣的迄个款式的时阵，咱需要来，咱愿意伫遐效法耶稣基督，用伊成做咱的模范。咱伫遐来遵行圣经的即个成做咱的性命内面的准则。咱伫遐欢喜，互迄个顺服伫圣神伫咱心内对咱的迄个引带，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做主做王，互伊来伫咱的生命内面得到一切荣光的时阵，咱就要建立一个属上帝迄款安尼体系，迄款安尼生命，迄款安尼信仰。上落尾就是咱安尼会通进入伫上帝国度的内面，甲伊安尼同齐得胜，佮同齐伫遐来做王。所以弟兄兄弟，当咱伫咧即条信仰的道路顶面，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咱是毋是咱欢喜伫遐来决心讲，咱日日伫遐来，搁一届来褪去咱的旧我，咱安尼，互迄个属上帝体系的迄款的生命，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扎根。牧师透过一直不断伫遐来强调，就是咱的信仰毋是迄种安尼难守的，咱的信仰是真容易的。就是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会记得，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所需要做的就是真简单，就是互耶稣成做咱的模样，互圣经成做咱的准则，互圣神成做咱的引带。咱伫迄中间，咱欢喜来顺探，咱就伫迄中间来会通安尼，若是讲建立迄个属上帝的迄款生命迄个体系。踮伫咱的生命内面，佮上重要是咱会通活出耶稣基督迄款安尼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是真做一个会用荣光天父的上帝的生命。上主要就是咱伫咧中间，咱会记得即三个基础两个安尼核心，就是耶稣是咱的模样，圣经是咱的安尼准则，圣神是咱的引带。咱干那只有两个核心，就是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所行所有一切，拢是要互耶稣来伫咱生命内面做主、掌权、做王。互耶稣伫咱所行所做，咱所有一切顶面咱拢互耶稣，因为咱所行所做得到一切荣光的时阵，咱就会发现，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各怪咱所活出迄款生命，是人看见咱的生命会欣赏的，咱是会得到满满上帝祝福的。迄款的祝福，毋是迄个俗世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价值观，迄款安尼的祝福，乃是迄个属天本底就已经伫咧创世的时阵，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互咱应该活出来，是照着上帝，伊当初是伫咧创世的时阵，爱咱同齐甲伊同做王来管理即个世界，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咱的生命会通甲耶稣基督搁较亲近。互咱伫咧，咱欢喜来顺探，来欢喜来褪去咱的旧我，穿着迄个新我的迄个伫咧迄款安尼过程内面，咱伫遐咱会通不断伫遐来经历，咱的主伊对咱的迄款的生命迄个改造，甲着迄个更新，互咱会通安尼，搁一届转来到伫原底本底上帝。伊所创造咱迄款安尼，迄个满有阳光，迄款安尼的生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伫遐来彰显上帝的形象的迄个见证力。互咱所活出来，真正会通人看见咱的生命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主。愿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咱所领受的，会通搁一届，咱搁一届来回想咱家己的生命。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有啥物所在，咱安尼做了无够好势。咱伫遐欢喜，伫咧圣神伫咱生命内面，甲咱光照的时阵，咱欢喜伫遐来顺探圣神伫咱生命内面迄款安尼光照，咱伫遐来欢喜来改变，欢喜来伫遐来安尼放杀去杀咱原底本底迄个主的迄个旧的迄个老我，互上帝、互主耶稣伊的生命来安尼踮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伫遐不断伫遐更新，互咱所活出来，咱。安尼人看见咱，就认出咱是跟对主的。安尼时阵，咱才有法度讲真正称做一个讲基督徒迄款安尼迄个身份。
愿主帮助咱，咱会通透过今仔咱所领受的，咱搁一届转来，特别是伫咧一个新的一年，咱会通好好安尼，搁一届对主来立志讲，主啊，我要来欢喜来跟对你。互咱的生命是诚做一个人看见、人欢喜跟对，搁欢喜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主的迄款生命。所以，照着咱头拄所分享的，咱会通过来搁一摆来想看卖啊，牧师头拄所分享的规个迄个信息，真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属上帝体系的迄个生命，迄款安尼，啥物会是三个基础，搁两个核心，甲着一个目的。咱搁会记哩，迄三个基础是倒三个基础无？搁两个核心是倒两个核心？唯一的目的就是啥物款的目的？咱伫咧面对咱的生命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活伫咧迄款安尼的生命内面？是一个真简单的、无真困难的，但是咱是毋是欢喜伫遐来顺探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迄款安尼的广照甲转变？第二，咱伫咧面对着即个俗世体系对咱的迄款安尼迄个那个威胁跟诱惑的时阵，迄个属上帝体系为什么会通帮助咱掠条咱的信仰的迄个基础，甲咱迄个中心的迄个目标？愿主帮助咱，互咱真正咱的生命欢喜来高举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伫迄中间欢喜来弃权，互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后来，耶稣伊伫咧道成肉体来到伫咱的中间。互咱会通来效法伊迄款安尼谦卑、看无家己迄款的生命，甲人安尼相处迄款的模式，安尼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啥物会是咱上无法度谦卑来看无家己？迄是啥物款的代志？是倒一件代志？咱愿圣神不断来引带咱、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来反省，互咱。透过咱伫咧安尼读经祈祷，圣神会带领，甲着咱伫咧咱的同信的兄弟不断的迄款安尼的信仰的陪伴内面，咱伫遐咱欢喜来谦卑来改变，来安尼搁一摆来立志讲，我欢喜来顺探，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安尼榜样，来安尼进入迈向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生命的第一步。愿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愿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来光照阮，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看起阮过去阮的生命是一个啥物款的生命。搁有阮虽然检采阮信主久，阮安尼圣经。安尼一遍搁一遍来看，但是主你的话语是毋是真做阮安尼伫阮信仰顶面的准证？主你的话语是毋是通真做阮所活伫咧即个世间的迄个准则？恳求主圣神帮助阮来光照，来引带，互阮欢喜来顺探，透过。阮欢喜来学习主耶稣谦卑弃权，互天父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阮伫遐安尼透过逐日的读经祈祷，甲主你三个亲近，互阮会晓得搁较够体贴主你的心意，明白主你的心意。伫圣神的引带内面，就算阮拄着困境、拄着挑战、拄着辛苦病痛。但是，阮犹原倚靠主来得胜到有春。愿你的神引带领阮所有众兄弟，伫咧新的一年，阮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搁有安尼领受主你的新的生命，踮伫阮的生命内面，搁一摆献上满满的感谢、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叫的圣名。阿们，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27首。咱拢正做一家人，请起立吟全首。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
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多上帝出名，因为耶稣真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让有过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人的主名，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做注定，咱拢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多上帝主名，因为耶稣真甜美，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比属灵爱上困难，有时欢喜当演戏，有时人看当笑面，因为耶稣参加艰苦三甘甜。这是咱共款听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11奉献，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连因奉献诗。耶和华，你是全天地的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倚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仰望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付出的献予你。请坐，请人同心来感恩奉献。请陈文兰执事、方美珍执事来施献。
体力，因奉献时光。请坐。请咱同齐来读经句。以弗所书第4章23到24节，请。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就是着请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搁一遍，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就是着请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以弗所书第4章23到24节，这是咱来人生报告。今仔日有一个新朋友，邓和汉夫妇，在我们当中吗？邓和汉夫妇，欢迎他。他目前在找教会啊，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聚会，欢迎您。咱即马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2点，后主日是太中仑北教会建堂奉献主日。施嘉丽牧师伊要来遮请安报告甲证道，请兄弟为着因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第1堂礼拜结束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预备心。第3点，本会主任夏妹姐妹的长子林吉平弟兄在7号，也就是礼拜5安息主怀，定于17号礼拜1上午10点在圆山湖园入殓告别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4点，本会冯长老妈妈冯晨乐菊姐妹在3号礼拜1安息主怀，定在台北22号举行告别式，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5点，23号咱顶头有解过吼，23号要举行2024年会员互会，迄天是合堂会员节，名单是伫公布栏。迄天袂当出席的，请伫22号12点前办公室来请假。第6点，3月初2，迄天是合堂礼拜结束后，伫本会主日学有要邀请救赎君王故事性桌游的作者，要来分享要安怎伫咱主日学团课家庭来聚会使用这套的游戏，请兄弟同齐来认捌了解。具体消息请咱家己来看。代祷事项，请为着吴明达长老、吴木平小朋友、彭灵慧长老、简礼娇姐妹、杨志强弟兄、李富雄弟兄、教会的众姐妹，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注意事项跟上周聚会出席报告，请自己来看，请家己来看。事项表，请服侍同工预备心。会计报告，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办公室来更正。以上报告，牧师敢有补充？这边咱今仔迄个周报吼，迄当阵咧订正的时阵无注意吼，
就是咱的即个第5项的报告，迄个咱的好会日子是23号，毋是24号吼。所以请咱注意即个日子。咱若讲有人咱的周报若有早转去的，咱麻烦吼，咱的即个椅仔若有笔的，麻烦甲改一下吼。早转去较袂日子做安尼弄着去吼。过来就是迄个伫咧即个具体消息的部分，有即个第2项的部分吼。伫咧即个大家教会15号伫咧大家教会拜六吼。即个邀请即个张若阳律师这是咱伫咱台中中会三一教会的长老伊即个主题对咱伫咧咱的生活中真侪时阵，咱会去拄着吼一寡甲咱相关的即个咱的权益有关系吼咱安尼会通来安尼来去参加聆听吼，特别是咱的姊妹有当时咱真正无拄好吼就。安尼有可能，咱家己伫咱的生活内面不小心，咱就触了法吼。安尼时阵吼，咱家己拢毋知影。伫咧即个部分拄好安尼，咱即马教会对伫咧即个部分有安尼算讲爱，互咱的会友搁较侪了解。妇女事工部南阳区区长因嘛有。听过即个长老的即个分享了，感觉真好吼所以邀请即个长老来到伫咱的中间要来分享，所以欢迎咱的兄弟若有时间会通来去聆听以上。多谢牧师的分享，好，咱来吟诗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金线，请牧师祝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对你领受的话语，你的心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真正会晓欢喜来安尼换新阮家己，互阮会通安尼心意更新来变化，互你的神、你的性命，成做阮的性命，来代替阮迄个旧的我，互阮所活出来的性命。会通安尼得到主你的欢喜，也会通安尼帮助阮所接触到的侪，不管是阮的厝内的人、阮的亲人朋友，以及阮工作的同伴、阮的同事，互因照着阮生命的改变，看见主你的阳光伫阮的生命内面会彰显，来安尼将一切阳光归伫你。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听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